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74个本土病例，到正回归有73例，死亡个案也有15例。指挥中心表示讲，疫情有豆豆稳定的趋势。但是中央表示讲，若准有企业或者是民间团体想要家己去签约买疫苗，只要符合法规，拢会当讨论。所真少啊，只是讲就要赶紧审查。纾困条例修正案今仔三读通过，预算也增加到8400亿。另外也决议讲，外岛若准备入境，拢要做体检。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的武汉肺炎疫情有增加274个本土病例，甲4个是境外病例。到正回归的部分有73例，死亡个案也有15例。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疫情有渐渐伫咧稳定，这是大家伫3级警戒做伙拍拼的成果。国内新冠疫情还咧滚价，指挥中心宣布今仔日新增加351个确诊的病例，4例是带病入境，73例到境回归，还佫有274例本土的个案。其中以新北市171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122例，桃园市27例，彰化10例等等。指挥中心分析这波疫情，伫5月13至15，阿体台北甲15。即马双北甲全国小连续升到第3级的警戒了后，5月30的阿体达已经降到1.02，这是全面真积极配合3级警戒才有的效果。目前的疫情，我们是应该到了1.0，基本上朝向可控的范围在前进。那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感谢大家一起非常积极的实施这相关3级的警戒应有的作为，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一个效果。指挥中心表示，真正较常听到的阿灵达是讲长东病毒近日无抵抗力的人口族群，平均会当喂互偌济人的估计数据。不过疫情持续变化，开始出现有抵抗力的人口，都要改用有效病例再生素阿体达来估计疫情发生的时阵所产生的传染力再生素，希望会当看出一个人若去用喂着了后，可能会阁喂互偌济人。现在最新的数字是1.02，就是说目前大概平均每一个病人可以传染另外一个人1.02个人了哈。那通常只要这个值低于1以下，那表示说这个疫情就会开始反转。另外，国内嘛新增加15例死亡确诊的个案，是9个男性，6个女性，年岁是60外岁至90外岁。无到1个月的时间，这波疫情已经超过100个人过往。指挥中心表示，为今年4月20到达，确诊人数是7080例，有1055个人达到重症的程度。这波疫情60岁以上的侪岁人，重症的比率有27.5%。说，因为我们这一波这个本土的疫情，许多的这个罹病的民众比较会是年长或有慢性病的这个族群在年长者这边的比例是偏高的。为了降低重症发生的情形，指挥中心嘛计划要买相关对抗病毒的药啊，希望能减少轻重症患者的人数，来降低医疗体系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家己栽一丛，较赢看别人。最近因为买疫苗的问题，大概是一句来一句去，甚至有人讲禁止外国疫苗，就是要查国内疫苗公司的股票。一寡风声榜影也互总统蔡英文亲身来回应。蔡总统强调讲，家己国家若准备疫苗，就要看人面色。家己有在调生产疫苗，是国家大先爱做的。国产疫苗两大厂高端甲联亚，目前拢还未进入3期临床试验。不过卫福部30口家厂商签约，各买500万桶。加上高端股价在第几个月起几啊倍，引起民代质疑，有特定人士接果难查股，也互民众烦恼国产疫苗安全性。总统蔡英文30日亲自澄清：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要争取国产，就牺牲对于疫苗品质和安全性的要求。我要严正的声明。相关的财产申报资料都是公开透明，大家可以去查证。我们也做了内部清查，相关政务人员都没有炒股的问题。蔡英文表示，国际疫情严重，造成疫苗供需有真大落差。政府已经积极督促核定的厂商，希望量早供货。对热心企业也是宗教团体愿意帮忙找买疫苗管道，政府也统一参考提供相关协助。也毋过表示，国产疫苗的战略重要性。以现在国际疫苗的供给情况，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供给能量，就会处处受制于人，也会因为国际供需失衡而受到影响。因此，拥有自己可以供应的疫苗，
是我们国家战略的优先项目。另外，31三读通过纾困特别条例，将预算总额上限提悬到8400亿，预计纾困4点控，上紧伫6月初4上路。蔡英文也特别感谢立法院另外4年指挥官陈时中宣布疫情已经有转好。蔡英文也提醒民众，也是爱保持警戒，避免挂出军资，同齐守护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有企业、民间团体，甚至是宗教团体，也拢讲要替政府买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若准有企业或者是民间团体想要家己去签约，只要符合法规，拢会当来讨论。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指示，请指挥中心评估，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公布各方面申请的进度。疾管署也要用上紧的速度来审查疫苗来源。一定要自己去签，那一切都符合我们的法规，那这也是可以讨论的。指挥官陈时中总算讲，买疫苗无一定都要中央来出面，有讨论的空间。主要是签约的过程真复杂。各国若是要买疫苗，嘛是由政府来签约。强调讲，都要提供疫苗的会员或者是技术性的资料，或是药事审查了后，才会当授权紧急使用。目前包括国际复工会要捐交成疫苗20万至50万吨，鸿海永龄基金会宣布要买500万吨的 BNT 疫苗。孙文学校嘛宣布引进差不多1000万吨的疫苗，都等政府核准。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已经有6个单位正式提出申请，也若早起有甲福冈山的代表来讨论，未来会持续提供协助。那未来再进一步的部分，我们会提供单一窗口来做协助。针对民间团体甲企业，真侪心斗3工采购疫苗，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宣布成立服务的单位，强调企业是由经济部长王美花负责来受理，也若民间社团是交由内政部处长陈宗彦来负责。收到输入的申请后，会由疾管署紧速的来确认来源。也若外界指期国产疫苗搁伫第2期临床试验，而且也未解盲，指挥中心签署文的合约引起争议。但是中杯会讲，主要是参考科学证据的完整性。那其实大部分在1期出来之后，我们就积极的跟各个单位就做研究，收集相关的科学的证据。那开始在那时候就开始签订契约。而且强调 BNT、莫德纳、高生还有 AZ 拢还未完成第3期的试验，各国都已经核准 EUA 紧急授权使用，因为等到第3期完成了后才授权，恐惊就袂赴期。也若外界指期讲，国产疫苗伫第1期甲第2期临床试验受案的人数伤少，但是中提出数据的资料，强调国产疫苗扩大第2期受案的人数，是比 AZ、莫德纳、BNT 疫苗受测试的人数还佫较济。高端第2期，第1档的受试者是3852个人，第2档是3815个人。也若连爱的第2期，第1档是3875个人，第2档是3844个人。我们这是一个扩大型的第2期，基本上也可以视为是一个2、3期的延续的一个计划。针对外界指期疫苗国家对管袂赴疫情的变化，陈时中表示，国产疫苗发展了真早，选择当做次单位的疫苗，甲国际各国来比是无算慢。强调疫苗是战略的物资，需要有能力家己来生产。政府有必要参与投资，提早甲国产疫苗来签约，是为了减轻厂商的压力，增加研发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修正案今3读通过预算也增加到8400亿。另外，这回由国技馆、金门、马祖、澎湖这寡外岛，若准备入境都爱做体检。讲到这回的纾困补助，也增加囡仔家庭防疫的项目。若准厝内面有国小以下囡仔，或者是国中、高中特殊教育学生，每一个学生都当领到1万块的补助。决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11条及第19条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加开议会，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修正案3读通过，经费上限追加到8400亿。纾困4.0针对以下对象补助，中低收入户每个月1,500，连发3个月；渔民、农民、导游、游览车司机、计程车司机、自营业者每个月发1万，连发3个月，总共3万。无社会保险会用领急难救助金上悬3万，也增加囡仔家庭防疫补贴，有国小以下囡仔、国中、高中特教生补助1万。
让很多孩童的这个家庭里面，在这段时间内所产生的个焦虑跟教育上面的不便，所以推出了孩童家庭防疫补贴。那这方面呢，已经有涵盖有245万人左右啊。行政部门要怎么样用这个8400亿最高的上限，这才是重点。也因此，我们要求在这个礼拜，行政院会、国发会要把相关的使用规划都给提出来。民进党团表示，这摆对家预算也编列全民免费做疫苗费用，因行离岛出现确诊，立院也通过附带决议，金门、马祖、澎湖等离岛入境全民普胎，要伫一礼拜内设置完成快筛站。下节会期开始，会成立疫苗调查小组，搁开会。疫苗采购的115亿，到底现在付出了多少？还有多少还没用完？未来还要增编200多亿，整体上面这样的采购钱是编了，花不出去的原因是什么？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指出，为避免群组去年申请已经符合资格的纾困对象，会直接汇入口罩，上紧6月初时发放。今年新增加纾困对象，行政要求各部会赶紧规划，线定申请作业，可简化流程，降低临柜人潮。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双河病院有一位确诊的查甫人，今仔日率雄行刀攻击3位医护人员，造成医护人员受伤，好佳在是无生命危险。不过市长侯友宜是要求警方要调查，另外受伤的医护人员病院也继续观察，看因敢有感染病毒的现象。还好吧？为本受伤的双河病院护理师，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病院提供上好的医疗照顾，阮会当安心搁送红包地件。压惊，希望你到门口平安，爸爸妈妈也平安，大家平安，双儿也当平安。侯友宜等官员往国内慰问，因为31早起双河病院11楼的负压隔离病房，一名姓洪确诊者提水高刀攻击3名护理师，造成3人腹肚胸坎受伤，紧急治疗了后，好佳在拢无生命危险。警方接到报案，马上穿全套防护衫，将伤亡病人制服。同姓的男子，他是确诊的病患，然后因为他想离开，然后遭医务人员的制止，然后持刀来伤害我们的护理人员。因为嫌犯是确诊者，虽然3人有穿全套的防护衫，也是引起受伤的护理师是不是有感染风险的讨论。市府强调，院方会协助伤者采检继续观察。侯友宜也要求警方彻底查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跟警方一样，都是在保护市民的安全。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警方绝对不容许这些医疗暴力的发生。因为中和分局侦查队有2人确诊，专队居家自主管理，勤务由新北市刑大接管停办。考虑嫌犯是确诊者，上考了后先安置伫隔离病房，专案以杀人未遂、医疗法定罪嫌来救办。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的台北病院去互民众夜讲，甲病人放伫咧急诊室外口的停车场治疗。这期病院已经无病床啊。不过台北病院正是驳回讲，这是为着要降低病院内面的感染风险，而且这是采检了后的临时等待区。这是卫福部台北病院急诊室外口的停车场。会当看到有病人倒伫病床顶悬吊大筒接受治疗，有民众翕这段画面放去伫网络，这个病床无够的状况。台北病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尤炳芬老话回应讲，病人等待PCR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大概需要3至4点钟，会先伫户外，病毒量会当降到上低。台北病院嘛发出声明告讲，所有病人入去急诊室进前，拢爱先做病毒检测，结果出来进前会先伫户外院区内临时等待区，医护人员会随时甲照顾，维护病人的安全，而且阻挡院内感染的风险。病院会加装雷达，维护病人的温书。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它需要有一个等待的时间，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也有这个医护会去看他，等结果的中间，我们也尽量去照顾他们。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器材在那，因为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病人会发生问题，我们也是要马上处理。几啊个医界的人士也表示，这款的做法对感染的管控有帮助。患者在做完筛检要等结果之前，基本上都是要在户外等，因为户外它的这个空间比较大，病毒量比较不会因为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开始浓度越来越高，造成其他传染的风险。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规定全国病院的病人要去急诊室，就要快筛阴性才会当入去。若是要住院，就要 PCR 阴性，目的就是要降低感染的风险，避免增加医疗的负担。
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122个本土病例，市长郭文德认为，目前台北市的疫情有控制条例，甚至有讲到讲，若准搁再管制3个月，5、4个人会比破病死的人搁较济。另外，中央政府推广国产疫苗，郭文德也呛声讲，爱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毋是两间疫苗公司的利益。按照目前的管制方式，再拖3个月。饿死的会比病死的多。5月31日，台北市新增加本土病例122例，不过就算确诊的人数有较短号，嘛袂当放零。台北市长郭文德认为讲，要甲疫情压落来代价是真大。现阶段实施3级的管制，所有的活动拢暂停，餐厅夜市嘛拢休困，已经带来冲击。疫苗是目前对抗疫情的解药，不过中央一直咧杀也未解盲的国产疫苗。郭文德今仔日是搁一届甲中央碰。中央政府要考虑的，你是要扶植本岛生技产业的发展，还是整个台湾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我都在思考。所以治疗病人不是治疗病那所以是考虑国家的最大利益，不是考虑2家生技产业的最大利益，这个要想清楚。郭文德甲中央话讲，政策的价值爱讲好清楚。也若新北市规划大型子疫苗站甲快筛站，郭文德哪像无要缀咧做？伊认为说快筛站爱有科学的基础，也若做疫苗是爱看供应量来规划。6月初1，中央会阁发予台北市56000吨的 AZ 疫苗，要是以公费第1至第3类的人优先来做。不过郭文德也是感觉头壳摸咧烧。每天我都搞不清楚，常常是他们也搞神秘嘛，常常前1天2天才跟你讲说，这个给你多少。那我们一下子多一下子少，坦白讲，那个生产线很难规划，所以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困扰嘛。观察台北市快筛用性率的人数有伫降低，不过分布的区域毋若伫网架，嘛拓到其他行政区去。台北市府实施快筛用性分流，嘛制定确诊者相关的计划，以患者的症状来分级。重症的人是以救护车来送病院，轻症的人或者是有状况的，透过专职防疫巴士送去集中检疫所。若无症状的人是以年龄来区分，55岁以上或者是有慢性病等等的患者，是由防疫巴士送去集中检疫所。也若55岁以下的，是居家隔离17天。健康中心会逐工联络甲关心，防疫就敢若作战共款，每一步拢爱真尽心。不过刷落来要安怎做，郭文德讲抑搁伫咧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171个本土病例，也是全台湾目前上介济。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疫情有伫咧稳定，不过阁爱观察2-3天。另外，未来民众一定拢爱注疫苗。新北市政府也量早做准备，有设一个大型疫苗站。疫苗也未来进前会当先做体检站，一日上介济会当体检3600人。新北市32日增加171例本土个案，全台上济，确诊人数前3名分别是中湖、棒球、永湖。不过30体检阳性率是1.9%。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疫情有转好现象。新北32日也增加4个疫区防疫中心，包含树林、五股、汐止甲土城。6月初1个会增加淡水甲泰山2区，未来应用全民做疫苗。新北市府提前部署大型疫苗站，共是全国第1座疫苗注射站。我要找一个最大的场所，让市民朋友可以开车，可以骑摩托车，离社区有一个距离。然后我们开始做了18个快筛站口，那其中第3个在6月3号，我们就先正式成立。因为目前无疫苗先做快筛站使用，一天上济用采检3600人次，按算6月初3正式成立。面对外界质疑，中央配发的1.8万剂 AZ 疫苗，在大都当中做的速度上班，30甚至暂时停止卖注。侯友宜为1号换回去甚至后天。我每一次在打疫苗的部分，他们很想打，他们有时候就为了工作上，他们不得不只有利用抽空的时间再出来打。市府强调1.8万剂会伫31注还，中央第1批配发的3.9万剂的疫苗，会做出以上紧的速度来注还，经销也伫做的范围内。另外，避免市场正做防疫空棒，真济县市宣布依照身份证字号、单号甲双号自主分流。不过新北市无对咧做，爱休168个市场自治会主体分流管制，做袂好就停业。我们一定会全面稽查，如果做不到就停业。只要你这个方式是有效的，我们尊重整个管理。
新北统计4万外比例，确诊卡车当中，以居家周边上济占71%。好友也呼吁市民为外口转来，也是挂喙安。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偏湖真也出现本土病例啊。不过，这位富人人确诊的时阵已经昏迷不醒，警方也利用伊的手机啊，发现讲伊这个月去过台北甲高雄，以后和一位查某朋友做伙食饭食两摆，但这位朋友也来确诊咯。另外，外岛方面对今仔开始也有设台检站，要来防止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平湖县出现第一位确诊案例，8433，这名妇人15号为平湖坐飞轮机到台北做月来中心来工作，20号搁为高雄登去平湖，27号肺部出现状况，29号前往马金一间诊所来看诊，转送病院急救。今日在病房内底是昏迷插管治疗，其中在高雄的行程包括到5月18号坐高铁到左营站，20号透早甲合作金库来领钱，下晡3点到小港机场坐飞轮机登去高雄，因为确诊的时阵已经昏迷。县政府正想办法来确认伊的行踪，启动了相关的一个调查，除了了解他周边的一个接触者去了解他的一个足迹之外，也启动了手机的一个定位，还有通联记录，来追踪他的一个活动范围。平湖县嘛为伊的行踪来做一调，发现另外一名朋友 PCR 阳性，这名50岁左右的女性，22号甲24号两届，甲第一位确诊的妇女来做伙食暗顿，24号出现着感冒的状况，到诊所来看医生，28号是到商场来买物件，30号下晡是到病院检验确诊。因为马祖甲平湖连续出现确诊的案例，以前指挥中心决定要伫个松山、台中、嘉义、台南，还有小港机场来设台检站。我们为了要确保离岛。也支持离岛在维系它的医疗量能状况，那我们会在这个国内的5个机场来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要去离岛的旅客坐飞轮机，进前要来写健康说明书，有症状的人袂当坐飞轮机，并且要接受 PCR 检测，也是过去14天内底有症头，必须要现场来快筛阴性才会当坐飞轮机。检验阳性的民众必须要进入到后续的医疗流程。只有2礼拜以来无症状的民众，才会当坐飞轮机去离岛。另外，中运的部分，临港县政府嘛联络港务局，伫咧基隆港来设快筛站，比较坐飞轮机的开检的原则，为者坐船啊去马祖的旅客来提供快筛，还有 PCR 检测。记者张志阳、张良祥台北报道。桃园伫今仔日增加27例本土病例，其中维纳斯酒店案件有一位伫咧孤山的查甫工厂主管确诊，到今已经造成10名移工确诊咯，其他88个人核酸检测要到明仔载才出来。桃园市政府也强调讲，15以后工厂移工就袂当出来，无摊开风险。疫情滚价，环保人员31针对中立IKEA桃园店等地点大消毒，因为桃园市31增加17例确诊个案，其中1人有绑架活动室接触者有17人。其中因为酒店案例，孤山一间工厂的1名男主管确诊，引起工厂群组感染，已经造成10名移工确诊。另外88人核酸检测报告也未出来。15号以后就停止外出，那目前并没有调查显示跟其他工厂有连结。那如果有不特定的风险，我们会先扩大匡列。烦恼引起社区感染，地文层强调，确实影响到附近社区，对公布工厂的名字，也强调自去年2月到即马，全市核酸检测阳性率是0.67%。5月这波疫情，已经接近病院的采检阳性率是1.38%，社区体检站的阳性率只有0.55%，全市甲社区比起来阳性率较低，代表桃园市无疫区现象。那如果以0.55跟一整年的0.67比较的时候，那大家可以发现是接近的，也就是说，目前并没有感染的热区，那阳性率并没有提高。另外，1名坐印度专机登台湾的查甫人，集中隔离14天了后，佮收到一摆隔离的通知的混乱情形。市府强调，查证了后，应该是系统时间设定错误，造成2摆发送隔离通知，已经通报修正，也已经通知唔免佮一摆隔离。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今仔日增加5个本土病例，市长罗秀燕也问中央政府讲，疫苗伫倒位，民众无通做疫苗是一件真离谱的代志。讲到中华部分是增加10例，若有工课场所的群聚感染，其中有一名确诊个案是台湾尾是拍拍机。讲到苗栗的部分，今仔日是有增加3个，拢是甲板地港的群聚感染有关系。台中市31增加5个确诊案例，其中北屯家庭群聚增加3例，累计已经有12例。西屯泰安国小传播链是增加1例，累计也有17例确诊，加北市个案接触者1例。和台中市确诊人数继续累计129例。这也让市长罗秀燕真生气，质问中央疫苗伫倒位？蔡总统，疫苗呢？行政院苏院长，疫苗呢？因为没有疫苗，所以现在我们全国2300万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我们2300万的人民现在每天都胆战心惊的过生活，因为怕染疫。这样的生活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不要画大饼，赶快给全民打疫苗。台中市府指出，即摆发放的17500ton疫苗3天内就做完，不过全台家长也是无够780万ton。一旦讲全民拢无疫苗通做，批评实在伤离谱。呼吁政府伫6月份全民做疫苗。另外，伫中华是增加10例，累计确诊人数达到154人。那衍生出一场群聚感染，有一名60岁确诊个案卡者走遍半个台湾。他是一个人驾车出轨台湾去过南投、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屏东，最后是在台东。中华水果乡传播链各增加4个人，加另外2名各由北部登去中华个案，这6个人拢伫厝隔离期间发病，疫情拢伫掌控中。那苗栗是增加3例，拢甲本地旅港的接触史有关系。在之前呢就已经把它框列进来。那现在呢，他的检验报告出来，被通报为确诊。苗栗县卫生局又调指出，确诊的8事控制，本地港甲确诊的同事有接触史，后来高团互亲人甲看护。苗栗目前有23个确诊个案，县府继续进行疫调甲清消工作，无要让疫情继续扩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分配予各县市的疫苗，真侪县市拢拼伫咧3天内甲注好煞。不过伫咧高雄的期待病院，却去互以下讲，因替一位无伫名单内的前立委黄兆顺注疫苗。另外，今仔日高雄也增加1个病例，也就是麻雀馆的群聚感染，目前也造成2个家庭群聚感染。来到高雄三滨区顶中里这个市场消毒，高雄第31增加1个本土病例，是红山群聚拍麻将的延伸。确诊者放我3控例是确诊者0岁亲人，甲父母带做伙，也是主要照顾者。他本身是按5888的亲属，那按5888基本上他是独居在外头，他的父亲跟母亲主要就是由今天的新增这组个案8530这位同住者在照顾。群聚拍麻将地属高雄2铺家庭群聚，洪山区公所也因为接触过北部确诊者2位当天住隔离，张贴大清消。不过这一波全台分配疫苗予医护人员，甲第一线防疫人员的同时，将立委黄兆顺30针往注疫苗对此，期待病院甲黄兆顺拢表示，伊是现职有需，做找伫北部就近伫高雄注疫苗。不过市长陈其迈强调，黄兆顺无伫名单内，无应该有特权。黄委员并没有在我们的造册的名单里面，没有任何人有特权，也不应该有任何例外。我再强调一次，军令如山。今次处罚相关情况是院方陈其迈只强调军令如山，疫苗爱以名单做。另外，屏东31虽然零确诊，但伫东港镇因为亲友群聚感染有3名确诊个案，县府接受彰化基督教病院关检会当移动式户外正压采检站，将伫大平湾滨海公园码头设置社区快筛站，能够体恤医护人员的辛苦，然后又可以快速呢进行达到采检结果的量身打造的一个移动式采检货柜，这真的是一个台湾的创举。6月7日，社区快筛站启动，县府希望量早找出感染源，避免疫情伫社区扩散，让零确诊继续落去。
官府呼吁东港南平里、利隆里里民参北甲确诊者伫东港拍摄平台人，也是有上呼吸道，也是鼻无食无等疑似症状的东港居民，拢会当开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越南甲马来西亚，因的疫情也真严重，当地政府也提出更加严格防疫措施，而且疫苗也要赶紧做。另外，伫咧中国的广东也发生本土疫情，有一位染病妇人人早登去食验茶，却甲病卫护服务生和其他人去。越南爆出本土的新冠疫情，短个外月以来，累计确诊超过4000人。当地卫生局发现讲，国内出现印度变种病毒甲英国变种病毒相透染的病毒株，会伫空气当中快速传播，真有可能是这个疫情压悬的主要原因。当局除了积极展开大规模的采检，为5月31开始严格实施社交距离的措施。除了病院也有工课场以外，禁止户外10个人以上的聚会，而且维持2公尺的社交距离，实施15天。也若河内佮乌志明市的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宣布暂停旅客入境。广东省卫健委通报，30号广东新增20例本土确诊病例。中国广东最近嘛爆出本土病例，上界严重的广东市部分地区已经实施封锁，嘛启动理性的管制。当局已经甲超过225万人做检测，经过基因的定序，确定是印度变种病毒。疫调了后，发现这波疫情是为早地传播链来的。一个为着新冠病毒的负责人，伫咧密闭的早地店食饭，地属服务生也有其他食饭的人客，嘛去为着病毒，这嘛显示这个病毒的传播力真强。就算无直接的接触，时间真短，嘛有可能会危害别人。马来西亚连续5天新冠肺炎的病例创下新高，当局宣布为6月7日开始实施全面封锁行动管制令。第一阶段2礼拜的期间，干那开放必要的民生，也有经济服务业。另外，政府为着要加强注疫苗的比率，按算伫首都吉隆坡附近增加5个大型注疫苗的中心，而且有500个私人诊所的医师来斗3天，要拼一天会当替15万人来注疫苗。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澳洲的维多利亚省又搁发生本土病例啊，到31为止已经有51个人确诊，其中也包含一名中照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讲到英国的部分，因是拍算讲要全部解除封锁，不过有专家警告讲，可能会受到变种病毒威胁，就要小心细致。另外，伫咧法国的部分，因是举办一个5000人的实验，要看讲这病毒是安怎脱开的。以纽西兰原住民莫雷人的欢迎仪式迎接重要的人客。澳洲总理莫里森30去南岛的丰湖镇，甲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会面，讨论两国重新启动边境甲中国的议题。这是从疫情大流行1年3个月以来，两个人头一届见面。澳洲维多利亚省最近阁爆出本土病例，随实施7天的封城措施。31阁新增加11个确诊，累计这波感染的人数增加到51个，其中包括一个长照中心的员工，因为内底大个人并无全部拢注疫苗，即马情形是真紧张。This particular aged care facility has gone into further lockdown. Residents have been confined to their rooms and isolated immediately. 伫咧这个时阵，英国的疫情有较缓和，大头加强全面解除封锁。不过，国内的公卫专家却警告讲，要解除封锁一定要真细致，而且真谨慎。The first is that this variant is significantly more transmissible, and we're seeing that in the rapidly rising infection rates, and that's a real concern. And then the second is that we know we've kind of got lots of people who, because hospitals are so busy at the moment, we're concerned that even small numbers make a difference. And the final point is we've got a lot of people that we still need to vaccinate. 伫附近的法国展开一个疫情的实验，摇滚乐团印度支那2号伫巴黎碧色体育场演出，现场约15000个歌迷来听歌。这个人检测爱是阴性，而且伫内底爱挂喙安，不过免保持社交距离。另外，还有2500个人加做对照组，因是踮伫咧厝内，要用这个实验来了解演唱会敢会加做疫情的空芳。实验的结果按算伫咧6月底公布。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AM 新闻由我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新增加的本土病例有274例，也有校正回归73个病例。其中新北市的部分171例，台北市有122例，桃园有27例，彰化有10例，台中有5例，基隆和苗栗有3例，新竹市有2例，花莲、平湖、高雄和新竹县拢总有1例。
另外，死亡个案是增加15人死亡。目前咱台湾计共有8511例，本土病例部分已经7321例啊。讲到家人今仔日也增加3个确诊病例，其中一个查甫人捌去过艋舺地馆，另外一位是计程车司机，伊固定到台北的内府公园，以及到内湖的阳光街排班载人客，伫咧发病进前已经有载过19个人客啊。基隆市31增加3例确诊，820例是一名70多岁男性，捌到艋舺新爱地馆社会，另外2案是女性，拢是身体各样，自行到病院就医确诊。此外，基隆公布上新确诊卡者755例是一名60多岁计程车司机，固定到台北排班载客，为5月12到25拢伫台北市的内府公园、内湖阳光街路边2所在排班，连日来载19名乘客。他的营业的一个场所。通通都是在台北市哦，所以这也证明了，其实北北基桃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生活圈。希望中央在进行相关的防疫工作里面，不要只是看双北，资源的配置上，特别是包括疫苗的分配上，不要有所区隔。那我们基隆其实守得非常的辛苦。基隆市长林佑昌也对中央发声，要求尽速补助基隆1、2、3类疫苗数量，加做共同生活圈。基隆防疫配置应该比较上北，做好区域联防。最近确诊卡者显示伫传统市场，基隆市首先用市场分流措施了后，基隆县31也第二组，按以身份证字号、尾数、单箱数区分去市场买菜日。每周一的这个上午呢，3、5日这个采买单日采买。那每周的周一下午2、4、6双数采买。也毋过，宜兰县女工处表示，目前先用自主分流，也无处罚。宜兰县31无新增确诊案例，全县累计完成5233个采检，阳性率1.28%。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避免传统市场人定定造成防疫空隙，高雄、台中和基隆总着提出市场分流，希望民众会当依照着身份证号码尾数分享的或者是 KI。桃园新竹苗栗今仔日也宣布讲市场着爱分流，上北部分是呼吁民众着爱家己主动分流。另外有真侪店家拢有参与网络平台，民众伫咧厝里就当买菜咯。高雄凤山的随行市场31早起人无减，民众伫出入口排队写实联制资料，也是扫 QR code， 连外柜贩仔多数也有 QR code， 也毋过贩仔表示，会扫 QR code实联制人客目前是一半一半。有的就扫，有的嘛袂扫啊。我今仔才开头一工线尔，所以人客也都无介知影。年轻的多可是你老的人他就没办法了，他就要用写的。传统市场人侪较会变成高风险群组，除了市场实联制。未来去市场爱记你查身份证，基隆、台中甲高雄采用市场分流措施，比较进前分流领取也毋同款。民众身份证尾数是单数13579，逐礼拜352起买，尾数双数024668，每礼拜246起买。高雄市6月1日辅导3天，若做袂到分流，人聚集上侪市场，不排除强制停业。在人流的管制上，是否有办法做到出入口的管制，以及要劝导消费者自主的来做分流。为了避免市场加做防疫空隙，桃园新竹苗栗甲嘉义市31也宣布分流措施。我们希望每周一次购足，所以希望在市场当中能够减少停留的时间。那因此我们也决定分流计划。叫单双分流。疫情相对严重的上北，也未用分流管制，而是呼吁市场管理单位甲市民自主分流。台北市长郭文德呼吁民众一礼拜去2摆市场就好，我要求市场减单，像台北永春市场就用门牌号码单双号自主分流，甚至细分以老战术的单双数分开市场的时间，另外也会当就帮有够了后，搁到市场门口一摆退回。害怕我也怕。那不用进来市场啊！有时候你跟我讲说你要买什么，讲一讲，我们帮你整理好，对不对？就拿到门口给你就好了。市场内基本上都没问题，有问题都出在那个流动摊贩。另外，像台北市东甲南门市场、新北寿丰泰山甲三甲市场，拢家己市场万国平台，地处落单都会当一摆买齐。传统市场生理因为疫情受到卖势冲击，为了生存，只好积极转型成立万国平台，希望会当挺过这波疫情，无影响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今仔日有公布一个对北部内的确诊个案，一个北部病例捌伫咧台南的安平行打，而且民众就要注意。另外，台南市卫生局第2杯也通过疾管署武汉肺炎核酸检验的许可，24点钟内检验结果就会出来，那会当缩短时间，也会当快速检验。那总有法度应付，无排除会协助其他县市检验。台南31并无新增病例，也毋过公布一名838例北部确诊个案，5月19到25到台南探望亲人，捌出现安民区的市场甲公园的活动卡者，目前环境已经清消完，互咧接触者一人。为了加速采检时程，台南市卫生局检验中心事先全国县市政府卫生单位立被通过疾管署认可，会当伫24点钟内知影新冠病毒核酸检验结果，有过未来1天会当达到200件。一旦案例还没有确诊，你就很难再做其他的匡列后续的动作。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塞车，我们自建量人，那将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有确诊的这个是不是确诊的结果会出来。全市包括病院、卫生局甲民间关键设置的体检站有32个，新建立的新冠病毒核酸检验即日起会当开始自行执行，提升台南市检验时效，以快速掌握个案状况，甲防止疫情扩散，更加会当有效改善校正回归状态。未来台南市检验量能若有够，也不排除协助外县市检验。那一天的量呢，目前是200，以协助疫调的一个匡列的检验为主。那未来我会再持续扩大量能。那其实我们台南市很多的一些大型医院也都在扩展量能，希望能够赶上这一波来得又急又快的疫情。另外，针对台南科技防疫作为，台南健康会也首创疫情仪表网，会当伫市府网站提供更加清楚的资讯，包括本土境外人数确诊案数、地处隔离人数等，甚至也阁有确诊者卡车地图传染链，会当互民众随了解台南疫情情况。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拢有伫咧落雨，伫咧新竹的122县道南清公路29公里所在，也就是接近五指山八山口，惊透早发生崩山意外，目前已经恢复全线通车。画面当中，咱看到讲，这个山顶的石头一直连落来，也造成车路无法度通过。新竹县公务处接到通报了后，也随出动大型的脚踏车，把石清走。伫咧头拄只已经恢复通车，好佳在是无人受伤。讲到即阵黄山雨对台湾的水情加减有帮助，亲像台中的李溪潭加德基水库，大约有增加2550万吨的水。本地对6月初一开始，新竹、苗栗、台中、彰化等等所在，拢要实行限水措施，不过目前也拢先来暂停了。这2天因为黄山雨方面影响，各地拢有落雨，尤其体可患严重的中南部地区带来袂少帮助。水库集水区累计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原本6月初一要实施的限水加强措施，马上暂停。原定6月1号在新竹实施的红灯分区供水，或者在苗栗、台中跟北彰化延长停水8小时的这一些加强节水措施，我们都会暂缓实施。这边的方面体水库增加1万吨的水量，超过1个月的供水效益。经济部水利署参台水公司今年阁开发彰化市乌溪和平厂的复流水，希望伫6月底达到4万吨的目标。那浊度高一点，可能产水就大概只有8000；那水质干净一点，产水就可以达到2万吨。那这个预期目标4万吨是要到大概6月下旬的时候。虽然这场雨落了拄好，但这阵挖近彰化地区以及潮州的收割期，也爱特别注意短时间大雨对农作物是不是会造成伤害。针对辖区内的水闸门，都要去做检修，可能会发生强降雨的那个汛期的一个灾害，要妥善的去做一个准备。可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这几天的雨水无法度完全解决欠水问题，呼吁民众继续欠用水，莫浪费，才会当做伙度过可患危机。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县的气温大约有5900多公顷，也进前因为拢无落雨，渔民敢若会当抽地下水来使用。好佳在昨昏伫咧嘉义沿海地区雨水是落袂少，民众也把握机会利用附近的大排替气温添水。大排水用储水管大大抽入去鱼骨内底，
渔民就惊一摆入上济，水质变化上大，影响到渔窟仔内底的鱼仔。昨家己关雨水落袂少，一直等水的勇士渔民总算是会当较安心。像我本来的水位是完全是0的，是整个大屁屁然后现在已经涨了大概有1/3的水量。对啊，然后如果还有别人的，就是最近会有人收成嘛，他们只要把他们的那个水排出来，我们就可以多加减再录进去我们的余温了。渔民表示，顶一阵因为无落雨，再加上天气热，大家拢是抽渔窟仔下骹的水来替换，但是时间久来，水是愈来愈少，而且水的咸度愈来愈悬，加在昨落雨，暂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昨拄落这个雨来了适时来甲咱补充咱这个水质，含这个水源，对咱后壁为的整个的饲养来讲，甚至包括咱鱼仔的成长、增长，拢会加有足大的帮助。发展协会表示，昨落雨的时阵，阁有4人拍到变电箱来停电，有造成渔民一寡损失。但是昨的雨有160公里左右，对渔窟仔来讲是上适合的量，总算是解决这半冬来上大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行政院顶礼拜有宣布纾困方案，不过劳工团体今仔日伫线顶记者会也批评讲，这摆方案是直接抄旧年的，因为爱别事业单位也阁爱透过职业工会投保等等，才法度申请补助，有真侪劳工根本就是领无。3级防疫到大，真侪店头生意大受影响，有的甚至暂时关门，互员工放无薪假。劳工团体3日伫线顶的记者会批评，即摆受创的产业有真侪来私营的小店面，甲旧年的旅游业等等的形态无同。政府的纾困补助，无应该阁抄旧年规定，爱别事业单位，也是工会投保才通申请，安尼会互真侪劳工看会到、食袂到。就像我们的 KTV、小吃店，还有一个零售业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些店家如果客人没了，生意掉了，他就是把门关一关。雇主会不会再跟你去大会周章填写政府的一些表格来申请，来提出证明？他不会，更何况他也不会设法去留住原来的那些人，他重新再招募人就好。劳团指出，成本价店头甲私雇主无通报，劳工就领无，嘛有因为超过职业工会薪资投保极具标准，所领无补助的，阁有自营者亲像摆大的，有的其实无投劳保，真侪过去出现的问题。那照旧年的纾困模式，恐惊会造成另外一种乱象。如果没有参加劳工保险的，那么劳动部这边的补助他领不到。领不到，他可以到卫福部去申请急难救治。可是急难救治这个区块，因为认定混乱，去年就造成了所谓依然花之乱了。劳工团体呼吁行政院就要和劳动部直接处理，宣布有关劳工的纾困，钱嘛直接拨予劳工。劳动部是回应自营者等等的劳工相关的补贴。原则上会直接汇入劳工的口座，嘛希望劳工朋友有问题，先莫到银行柜台，也是各职业工会来问，减少群聚感染，会赶紧制定相关的方案，再来对外宣布。记者陈雅文调随台北采访报道。有真侪外籍移工来台湾做看护，说因为劳动条件伤过歹，若准有机会就希望转去工厂做事。不过即马欠工外籍移工也因为疫情请学入来，也惊讲家庭照护工会欠人，所以劳动部也当咧研究讲要限制转换，所以引起移工团体不满。真侪外籍移工原底伫台湾做照护的工课，福利收歹，阁欠真侪保障。若找有机会，就是要转换来工厂。不过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体外表示，劳动部即马是开始要限制这个转换的权利。现在因为家庭看护工是完全没有劳动法令保障的嘛，所以他们的薪资只有17000，然后工作可能24小时，然后可能是整年都没有休假或3年都没有休假的。那这样子一个劳动条件，相较于制造业是非常非常低落的。那都一样的这个缺工的状况之下，但是新的还没有办法进来，导致说这个有一些家庭看护工的移工就想说，想要转换到厂工这边来工作。那当然，我们也有观察到这个数字上面的确是有增加的情形。
那对于家庭的这些雇主来说呢，他们会很担心说，这个移工转出去之后，对他们要照顾这些失能者，的确会有一些影响。听我讲，原本劳动部伫5月13有安排一个会议要讨论，但是煞因为疫情取消。劳保的移工团体有收到劳动部的公文，要求伫收到公文7天以内爱提供意见，因是认为这实在是伤赶，要求劳动部改时间。但是劳动部表示，这个议题伫过去已经有真侪讨论，各团体应该是拢有想法啊，而且即马是先统整各界意见，还未到修法的定数。我们是希望说，先各自利益团体表达他们的意见，收集完意见之后，后续还有要修正法规、做法规的预告。那预告期间也还可以再表达意见。体外嘛讲，照护移工会想要转做工厂的工课，是因为照护工的保障实在是伤歹。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为照护工的福利开始解决。劳动部讲会来关注这个议题。记者郭德军、郑派文台北报道。高雄市本地有24台防疫计程车，即马要阁招50台，运将的薪水逐工会当提悬到5000块。为运将是有意愿，嘛有人烦恼讲会胃着病。交通部表示会安排防疫计程车运将大先注意防车，增加因的保护力。计程车载人客结束，规台车爱大消毒。防疫期间，高雄市有24台防疫计程车，专门载伫处理隔离的民众。即马交通局想要阁招50台，逐工薪水对3500块提悬到5000块。即礼拜开始接受报名。一工是3500啦吼，啊，阮即马甲增加变5000吼。啊，这个人吼，咧使用就是讲，咱若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部分吼，伊若有迄个不是因症就医的。或者是裁剪的哈，还是要去迄个奔丧的吼，拢当使用这个防疫计程车。防疫升级，客程车生意真正足歹。运将讲以前伫高雄车头排班，一工会当走1000外块，即马等规下晡走无2-3逝，生意6-7成。不过，这个运将对防疫客程车拢无啥意愿。无意愿，这我就无爱。就是无爱啊。就是无爱，会惊啦，敢是？哦，那个很麻烦哦，还要整车消毒。基本的司机，我们就是有一个护面罩，然后口罩、手套，然后我们的衣服。交通局表示，过去防疫客程车一工做8点钟，逐个月会当赚9万至10万块。除了基本的消毒，交通局嘛安排运将注意防车。虽然有运将表示无意愿，第一工嘛已经有10几人来报名。记者大家文华为做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